台湾天时高热高湿，农作物品种许多，有搭土地密集利用，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比过多欧美国家都加高多。102年，台湾搭公顷耕地农药用量平均12.04公斤，台湾人平均搭3年当年会分到1.5公斤农药使用量。虽然没直接是老多，不过可能经过食物链影响到空间。不过，岛民能体验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唔当头下路线做好农药管理。凤阳区去年代修正农药管理法，让百业者买农药要写清楚，乜人买嘢，乜人买嘢，係乜嘅农藥，买幾多，使用範圍，要建立完整嘅農藥流向管理。不過業者反彈嘅生意太弱，因為講要農藥嘅加藥、毒藥，應該對商界來做，唔係針對佢哋米行買賣嘅部分。一個政策用嚟考試這項也係一個挑戰。农產品農藥殘留，民眾食得唔安心。所來呢條農藥用嘅最多，農委會鳳陽區統計，民國102年國內前10大農藥都項，最多人用嘅係加磷水，也就係一般人講嘅年年春除草劑。做在改革嘅囤積調查時，喺台灣農藥總使用量當中就卡為15%。第二名嘅新孟奶普係一種普遍嘅殺菌劑，主要係用喺各種葉菜類同高樹項。第三名嘅碳馬蟲係有機磷嘅成分，主要係用喺青菜項，做得實施細蟲嘅囤積嘅。唔過鳳陽區公告明年起時，碳馬蟲就做唔得用嘅。102年農藥總共用係9222公噸，相比前一年加出嚟1000公噸。照統計，102年台灣搭公頃耕地農藥用量平均係12.04公斤，強就會係全世界平均嘅4倍。台灣唔係講過西網推廣有機農業係，因為農藥點都係應用進到腦。對數目事項來看，有機農地面積為6000公頃，係唔到總耕地面積嘅1%。對農藥市場根本係無礙無債。鳳陽區副區長彭凱東和大拍講，台灣今年農藥嘅用量還係會繼續增加。那這個數字可能還會有可能會提高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最近又在推行農委會，我們在推休耕活化，所以有更多的農地開始耕作啊。然後還有就是這個最近的氣候比較乾旱，那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蟲害發生會比較嚴重，殺蟲劑用量會提高。一號耕種正堅信農藥使用冇減少和顛倒過多，講係冇用藥一定天然嘅有機耕作方式和係改少。唔過講到當面後採取摘下來去買嘢，拿來檢驗農產品嘅農藥殘留量，係唔當睇頭前就先做好農藥管理。鳳陽區去年代修正農藥管理法，限制農藥進口生產之初就會定期申報。業者買農藥要比照一下該套嘅農藥規範，要開買到哪些嘅證明，寫清楚農藥嘅名嘅量用到哪，買一人同買一人也掉，要堅持抽切嘅農藥流向管理。將來這些相關的這些資料累積在一起以後，我們可以得到比較更詳盡的內容，可以針對我們農藥管理的政策，可以做更深入的檢討，可以知道有多少藥用到什麼產品上去了。好，那現在這個我們資料很粗，啊，所以看不出什麼名堂來。但是我們如果把這些資料通通建立起來以後，我們就可以更細緻的去分析，去找到真正問題的點在哪裡，去解決那個問題。這種有登記的哦，這種有推薦了紙會再使用，哦，這拄啊好攏總會使洗咱的500公分水拄啊好洗兩下。農民下下愛意思農藥行，農民田行乃叫愛寫乃種藥嘅，
按用的用设计多，係防那種병蟲害，農藥行就會清清楚楚同農民講。每年在拿，老板也知道我们要会自己在洗什么农药啊，哎呀、因为如果自己有山在管理，来他就知道要怎么配药了、啊。搞不清楚，那个老板他知识比较多，要问老板。嘿，对，不然自己资讯没有那么多啊。因为老板他们都会去上课嘛。记者拢袂，咱来问讲诶，记者有登记吗？我要来讲吼，俩拢有登记有推荐诶。啊，你若无推荐吼，我做毋得本意用作诶。你若用海，政府若咱伊捉到诶时阵，应该你诶理智都搞毋得，俺都无要去废退去。不過對農藥行賣嘅營業片來做好農藥流向同用量管控，要按好做咩？也全台灣大概3000間賣農藥嘅業者，要用電腦做業嘅搶600間，其他北上業者均可用書寫嘅來出流向證明。特別買賣就會詳細登記，無照規矩嘅要罰15000到15萬元，業者該反彈。一旦認為農藥管控已經清楚寫嘅使用方法。出流向證明完全係假冒限呢。那個每一瓶那個農藥的上面都已經很清楚的寫的說什麼作物，還使用的方法在上面都已經有了。這個是只有增加我們那個販賣業者的一些困擾了啊，而且它規定它要記載登錄的項目非常的繁瑣哈。受影響可能比較大的就是針對就是不符合規定的用藥，可能記錄不下去。好，那這個就對於整個的販售來講，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好，那反過來講，也是我們的管理目的之一了哈。而清楚地農藥賣到哪去，其中一個目的就是降價農藥。之前能逼出無良心嘅農藥商用 A 證一筆貨嘅方法，囤400人公噸嘅假農藥進口來台灣賣，開到5萬公頃嘅田丘，未開到他家嘅空間。故策會保護聯合會理事長黃耀成認為，出流向證明根本擋唔到假農藥嘅問題。主管機關他有定的管理辦法在那裡，他沒有做好這個，把這個源頭跟那個市面上在銷售的這個偽劣的農藥沒有很認真的去抓，但是我們認為說，透過這個販售證明來解決這個偽劣的農藥，絕對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全台灣最大嘅農藥連鎖公司興隆公司，農藥嘅用煙量全台灣5股就卡為1股，101年已定嘅測驗點275件已經用電腦作業，喺日後配合政府新嘅法規，個冇問題嘅業者，故作業方式還係需要略略嘅調整。那現在比較大的差異是，防檢局這邊要求說，它必須要登錄推薦的使用對象或者使用的範圍。那這部分因為農藥登記是一直在做變動的，所以我們現在所欠缺就是跟防檢局這邊做資料庫的嫁接，這樣子開出來的資料才會是最正確的。那可能會我們使用習慣上面要做一點變更，要重新再教育啊。人講買炸本面，買炸擔當，買農藥嘅人天初要負一定嘅責任。是講就算講嘅，農民喺田行用嘅時節，還係無照定來做。農藥殘留超量嘅問題，還係冇辦法解決。我們是希望主管機關要把農民的教育、用藥的教育要做好了，不要把那個農藥的使用的這個責任都推到我們這個販賣業者的身上來啊。所以他要我們開立這個販賣、這個販售的證明啊，這個是對這個解決這個小農的這個亂用農藥的問題幫忙是不會很大的。自己在源頭部分，我想在國內以前發生比較多的問題是，農民可能就是在使用農藥上這個沒有注意啦，比如不該用的用，然後另外還有像比如說像颱風天，還不應該採收，他就忙着採收。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需要改善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从源头部分去做好这个农药的适当的使用管制的话，那我想对消费者而言，他就比较不需要担心说去这个市面上买蔬果还要担心说这个还要分散风险啊，或者说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应该是比较末端的一个做法。针对农民，我们也有做这个所谓推广教育，要告诉他们要遵守规定来使用。那如果有查获的话，就会严格处分。好，那所以这个也有一定的效力。会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科技计划，也长期在做。那希望找出一个说我们叫做健康管理的一个模式，那让这个药可以好好的用，不会出问题啊。自从记录在台湾已经60年卡架，对除草剂普遍使用到嘅未有20年。按多年来，农药用到哪去用嚟用嘅，农委会竟然讲唔出来。但一項農產品項用嚟多種農藥，用嚟越多，咩無統計數目是上愛管咩無出條管，也下手法上愛種啊農藥調到面嘅調來面去，慢天慢地總算係行出嚟嘅鋪。不過面對按多農藥入閘嘅反彈，按用嘅確實去做來屯他家把關係生下來嘅挑戰。